这么多娃娃。老板，你玩过抓娃娃机吗？你工作这么忙，一定没玩过。我玩过，但是以我的运气啊，每次都是看着自己喜欢的玩偶被人抓走。今天我要弥补一下我自己。老板，你看他像不像你？这个像我吗？像。愤怒的乌鸦，你说这个像不像你啊？我怎么可能像只乌鸦？我觉得挺像。回去了。竟然送乌鸦给我，过分！老板，一会儿你真的不去唱歌吗？我不去的话，大家还能玩得自在一点。那不一定，你考虑一下嘛。干嘛用的？干嘛用的？啊，这个竟然还能录音！老板，老板，不要总是板着脸。笑什么？没有没有，老板，这个送给你。你们回来了，马玲姐是准备去唱歌了吗？顾总应该不去吧？我也去吧。太好了，那我去房间放一下玩偶。马玲姐，等我一下啊。我也去放到房间里。我刚刚怎么没有偷录老板讲话呢？我录我自己声音干嘛呀？哎呀，笨死了，叫您！笨蛋，笨蛋，笨蛋，笨蛋！这个也可以录音的。张小宁，要么好好干，要么走人。张小宁，要么好好干，要么走人。老板，老板，不要总是板着脸。老板，老板，不要总是板着脸。江小宁，希望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。